着四禪，自己修行得四果阿羅漢果，不着呢個阿羅漢果，不着喜樂，輕易悲樂。別人修行咧得四禪，恭喜佢啊！恭喜你啊！得呢個四禪定啊！別人修行得呢個四果咧啊！恭喜你啊！得阿羅漢果啦，輕易悲樂啊！在之禪定都移地獄上，在呢個禪定咧啊，四禪八定咧啊，四禪八定對自己有利益嘅，對眾生冇利益噶嘛啊！上不能求佛道，下不能化眾生，所以在禪定之中咧，係咪等於入地獄差唔多咁辛苦啊？所以菩薩咧不厭志在禪定，尤其是呢個四禪定有一個無相田啊，入咗呢個無相定咧，500劫以後啊，就出定啦。500劫以內咧，就得呢個無相嗰個定。500劫以內無相，碰過咗500劫呢個降任，所以在之禪定都移地獄上啦。以生死中而言觀相，生死咪苦啊，生死係苦，不過生死海中咧可以度眾生啊，度有緣啲眾生啊，無緣係結緣，有緣係則度啊，就生死海之中咧可以盲人佛法，燒龍佛種啊，續佛為命啊，所以以生死中而猶言觀相，見來求者為善思想啊！見有人乞求咧，呢個係我啲師父嘅，本嚟我都唔布施啦，啊佢一乞，令到自己就布施咗。佢教我布施，問你啲師父啦，啊，所以你乞兒啊都唔錯咧。好心啦，發心啦，積福啦，一味教你行善，咁樣你就受咗呢個善啦。所以咧，見來乞者唔能夠乞財乞法，都係你嗰個善有思想啊，善思想啊，捨自所有，具一切自想啊，捨自所有，一切都能捨。錢財物質能捨，妻子兒女能捨，國王宮殿都能捨，乃至侯木水落，捨自所有。捨的時候歡歡喜喜，將來啊得呢個一切種子。你能夠捨一切所有，肯定將來具足而來一切個種子嘛。所以對呢個捨字係一個好。一切都能捨，就得而來一切種子。所以金剛經文離一切相，即名智佛。離一切相嘛，咪捨一切相咯，即名叫智佛。見偉界人起救護相啊，界就為人護。受五戒啊，一個戒有5個護戒神，5個戒有25個。護戒神護呢個持戒嗰個人，毀咗戒啦就冇得護。見毀戒人起救護相，自己未曾破戒嘛，自己咧都還有戒嚟護嘛，自己有護啊，有護就護他嘛，起護他相嘛。佢毀咗戒就冇護，自己有護，有護就護他，起呢個救護相。知波羅蜜為父母相啊！小孩子有所需益，就向父母求，父母一定俾咁啊！菩薩咧有所需向邊個求？向波羅蜜求嘛。6波羅蜜咧，我哋向佢求智慧、求禪定、求辯才、求福、求乜嘢都求到，求神通都求到。我哋向呢個6波羅蜜，6波羅蜜係菩薩嗰個父母啊，所以。兒女有需就向父母求，菩薩有需咧就向呢個6波羅蜜求，即智波羅蜜都為父母相。道品自發為善堅熟相啊，堅熟就幫助你嘛。我哋修行咧37道品助我哋成佛，助我哋悟道嘛。
37道品，平常都講過啦。四念趣、四如意足、四精勤、五近五力、七覺智、八正道，呢個就37助道品。當然係我哋啲見屬助我哋成道啊！法行善根都無有財限，法行呢個善根呢，善根無有限量的。譬如供養自佛，盡虛空遍法界嚟供養佛，哪呢有限量嘅？係咪啊？稱讚如來，盡虛空遍法界，盡未來債都稱讚如來。呢個稱讚如來善根啊，無有限量嘛。度眾生，哪呢個度一個唔度一個啊？而一眾生都未成佛，仲不以思取來回。度眾生嘅善根係無有限量噶嘛，智慧又無有限量，禪定又無有限量，辯才又無有限量，拜佛又無有限量。唔係現在拜，以後唔拜嘛。盡未來債，我哋都有恭敬頂禮如來。所以法行種種嘅善根係無有限量，呢個咪有為法咯。意志正覺，嚴飾自事，成己佛土啊！我哋到十方世界，喺啊邊個國土有嗰個莊嚴美色啊，取到嚟修行，將來成就自己個佛土啊，又係咁莊嚴啦。借他嚟成己嘛，借他個莊嚴成己嗰個佛土嘛。行無限事，具足上學，布施嘛。布施都無限啦，所以無借法會平翻布施啊！印度嘅布施咧，嗰啲婆羅門布施再加人布施啊，打開4個門，任人嚟取，唔係打開一道門啊，4個門打開咗，你嚟得取，愛乜嘢就俾乜嘢，盡量俾你啊！叫做行無限嗰個布施，將來得個具足32相80種好啲好。除一切惡淨身考義，再好啊！三業清淨，考業清淨經無上道；意業清淨經無上道；身業清淨經無上道。身考義三業清淨呢，就佛出晒嘛。嚴考呢行有得講嘛。所以你要除一切惡，三業就清淨啊，淨身考義嘛。生死無數劫，依而有用，生死又無量嘛。生死唔可以講一劫兩劫嘅，生死咧劫數無量，但係怕唔怕咧？唔怕，而且甚依而有用，我有呢個勇氣，唔怕嘅。生死無邊劫，我減入生死嚟度眾生，到無邊劫嘅生死，所以生死無邊劫，依而有用啊！聞法無量德，智而不堅，佛嘅功德無量啊！你學啊，無量嘅功德。我嗰個志氣啊，唔怕，我不疲儉啊，不疲儉嚟求佛嘅功德，無量佛嘅功德，我不疲儉去求，肯定俾我求得。嗱，知而不見，以智慧見，破煩惱賊，出陰戒入，修行要行起呢個智慧見，智慧就斷惑，斷呢個煩惱就得智慧。偏一份煩惱得一份智慧，偏10份煩惱得10份智慧。智慧嚟呢個煩惱滅，用呢個智慧見破煩惱賊，破呢個見事煩惱賊，破咗煩惱賊咯，就出陰戒入。你自己本人啊，出呢個5陰，出呢個18戒，出呢個12日，出咗呢個苦海啦。可負眾生明示解脫，自己出咗陰戒入咯，就能夠可負眾生出陰戒入，出5陰啊，出18戒，出呢個12日啊！一能出5陰呢，你就使到眾生啊得大解脫，可負眾生明示解脫。但係有你自己出5陰，度眾生出5陰啊！你自己出呢個18戒，就能度眾生出18戒嘛，所以叫可負眾生明示解脫。以大正尊，摧伏魔君，常求無念，
實相智慧精進，精進而行魔嘛，懶惰懈怠，煮飯都煮唔熟，煮飯你要谷嗰個火噶嘛，一下子就係煮熟噶嘛，你慢慢火熬火都冇火，嗰啲飯咧就變得三級大啦嘛。煮飯咧都要正陣，修行亦要正進，所以釋迦牟尼佛7日正進，成等正覺。正進啊，分分鐘都要用功，無間斷咁樣嚟用功啊！大正進啊，大正進咧無間斷咁樣嚟用功咧可以將煩惱魔、生死魔、五陰魔、天魔、降伏咗，摧伏四魔。上求無念實相智慧啊，取上就變得有念聰明啊。世間嗰個聰明咧，取上有念，離相無念就實相智慧。降伏呢個魔君咧，就離相無念，得而來就實相智慧啊。十方佛土中，唯有一成法，無二亦無三，唯此一是實，而以則非真。唯有實相嘅智慧係真嘅，其餘聲聞緣覺嘅智慧都假嘅。人天嗰個聰明啊，更加假上假，所以上求離相無念，實相嘅智慧，行少欲自足，而不捨世法。在呢個世間唔捨離世間嘅法。世間人穿衣裳，我也穿衣裳，不過我穿衣裳唔多，3件5件，少欲自足夠啦。世間人食飯呢，我亦食飯，不過我食飯的時候咧，少欲自足，一塊麵包係咪一牛牛油得嘅咯？咁樣咪少欲自足吧？何必要鎮守百味咧？係嘛？世界人咧住屋，我亦住屋，世界人咧住別墅，我住呢個茅棚，少欲自足住茅棚就得啊嘛！即係行少欲自足而不捨世間法。世界人過年啦，係咪買好多嘢？我過年亦買幾個生果，買得快嚟供下佛咪得啦，咪又過年，少欲自足嘛，少欲自足，樣樣都而不捨世間法，不為為義而能隨順啊！好似我哋以前在南華自治都不捨世間法。南華寺8月15咩？你估我哋食乜嘢啊？一人一個餅，記得發下散屋，咪做下過咗個8月15咯，咪少欲自足咯。嗱呢度食碌又食乜，冇咁多嘢但係又不捨離世間法。人家中秋我哋中秋，人家過節我哋過節，總言之少欲自足而不捨世法，不壞理義而能隨足。我哋隨足，不壞我哋出家人嘅禮儀在家人嘅禮儀，其他大小咧，出家人唔可以。出家人叫做微笑在家人咧一舉一動，我哋出家人嗰個禮儀行而風，坐而中，立而從，睡而恭。我哋一定保持我哋出家人嗰個道義不壞呢個禮儀，而能隨足隨足啦。俗人行路，我哋咪行路咯；俗人聚會，我哋可以聚會。但係我哋保持我哋出家人嗰個禮儀不壞禮儀而能隨足。起神通味引導眾生，有啲眾生單用智慧導佢唔到，要加啲神通落去，有神通有智慧就導到佢啦。起神通味就智慧嘛。所以佛情圖，有啲人話觀音菩薩嘅化身，到呢個石虎佢就現神通。有個唔現神通，我導佢唔到。石虎一個大將軍惡得了不得咧。咁樣佛情圖就嚟見佢，和尚你嚟見我，你有咩神通？有
就將呢個骨擰出嚟，裝啲水一持走啊，就生咗青蓮花出嚟。嗰個石虎啊，因為稀有稀有，咁樣就拜佢做師傅嘛。你冇神通，你點可以渡得嗰啲大將軍嘅人啊？所以石虎就用呢個神通智慧咧，就能夠渡到呢個嗰陣時南北朝啊，北方咧呢個石虎啊，所以起神通嚟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佛法一聞咧就唔好忘嘅。得呢個念念總持聞持念，得呢個念嘅總持，總一切法持無量義，總持一個河羅尼。你得咗呢個河羅尼咧，念念咩佛法都唔會忘，所聞嘅佛法唔會忘。所以阿難尊者多聞第一就得呢個念總持，所聞49年釋迦牟尼佛所說嘅佛法一句都唔漏，所以如水射平，一滴不漏。就呢個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智之根斷眾生疑啊！知道眾生根基嘛，有根無根，上根中根下根咧，咁樣你都可以度下斷佢個疑。你應該念佛，你個根基嘛，你應該受呢個數宿觀，受呢個不淨觀，受呢個引言觀咁樣咯，知道佢嘅根基，對記説法，説法對記，咪斷眾生嘅疑咯。善別之根斷眾生疑，以拗舌斷顯法無礙，雖無礙辯才。有一個拗舌無礙辯才，滔滔不絕。呢個拗舌無礙點啊？顯法咧無礙，證十善道受天人供養。係咪有啲眾生咧唔可以學道？你話講學阿羅漢果辟支佛咧，佢都唔跟你學。咁樣就教佢證十善道，受十善咧，信咧就不殺不盜不淫，呢個咪信善咯。口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語語，口有4個善啦。耳不貪不嗔不痴，耳有4個善，呢個咪十善道。證呢個十善道咧，你就受人天嘅福啊！十善就生天啊，得天人福，受天人嘅福。5戒就為人，十善就生天受四無量，開梵天道嘛。有啲眾生佢唔求道唔求道生天，欲界天我唔想，我生色界天啦，色界4禪天，色界4禪天邊樣生受呢個4無量慈無量，悲無量，喜無量，捨無量，慈悲喜捨4無量心咩？咁樣你就生到呢個梵天，開梵天道啦。見稱說法，隨喜讚善，得佛任性大梵天王佛一出世成佛咧，大梵天王就稱轉法輪見稱咪說法咯，隨喜佛法，讚歎佛法咯，得佛任性，將來成佛就得到佛嗰個任性，現在亦得佛嗰個任性。佛嗰個任性8任佛嘅任性8種嘅任佛任再微妙。身口意善，得佛非義。身口意有受善一切善奉行。身口意都受，身又善，口又善，意又善咧，身口意3業都係善咧，就得佛嗰個威儀。深修佛善法，所行轉勝深受一切善法咧，又受得勝就得嘛，又受得甚，唔好受得淺噶嘛。布施有多布施，布到微妙噶嘛。持戒有多持戒，持到微妙嘛。忍辱有多忍辱，忍到無忍而忍嘛。所行轉勝，修善唔難，難就係所行轉勝所行轉勝。
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小乘法就聖文僧。以大乘嗰個法咧嚟修咧，就變得菩薩僧啊！即係受菩薩戒就稱為菩薩僧啊，受聲聞戒就稱為聲聞僧啊。心無放別，不失眾舌，放逸為萬惡自然啊！心無放逸咩？一切善都唔會失嘅，不失眾善，行而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是名菩薩有為不盡嘅，有為成就種種功德啊！好似大海呢喉成就呢個種種嗰個金銀琉璃車盤馬瑙，係向大海嗰處去揾噶嘛，唔係在長安，在上海，在香港高樓大廈呢喉有咁，一定要入海取呢個寶嘛。所以菩薩不盡有為，入呢個生死苦海咧，就能夠成就種種功德嘛。是名菩薩不盡有為。何謂菩薩不盡無為呢？無為菩薩又不盡不住喎。無為可啊，可唔住喎。可住啊，可唔着。不住呢個可，所以不住呢個無為。未受學空，不以空為證。空就冇我，冇咗我啦，呢個空我唔住。我不自在呢個空呢後，自在空呢後啊，我就着咗呢個空咯。因為空就空呢個我啊，我都已經空咗咯，還自在個空呢後咩？所以受學空就不以空為證啊。空呢就係無為，不以呢個無為空為證嘛。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無相就涅槃啊，冇三四個相，冇咗三四相啦。呢個無相涅槃可以不住咯，但求冇三四得，何必自在無三四的涅槃呢？即係修學無相，冇咗就三四相得咯，唔治呢個無相嘅涅槃啊！修學無作，不以無作為證。無作啫，不作三四業啊！不作三四業咩就得啦？不必咧咁樣自在呢個自在呢個無作嘛。三四業唔作咯，三四業唔作啦，不自呢個無作而作咩啊？從性起受六道萬行啊！如果自在呢個無作嘅，六道就唔識會受，萬行都唔識會受啦。所以修學無作，三四業不作，不自在無作嘛，而受六道萬行啊！所以修學無希，不以無希為證啊！是法無性啊，從言而起噶嘛，言起就性空，性空就無法，無法冇無希，無希咪空咯，一切法就空，無希啊係空嗰個別名啊！所以修學無希，不以無希為證，只有一切法空咯。我不自在呢個無希嘛，無希法空，不以法空為證嘛。修學無常而不厭善觀啊！修學呢個無常咩？無常都空嘛，空啦。但係我唔厭呢個善觀，不自在呢個空呢行啊！自在空呢行啊！咁樣佢就不受善觀啦。修學無常，無常一切都係無常，家庭嘅無常，福義嘅無常，世界係無常，人我無常，貧富貴賤都係無常，一切都空啊！雖然空，不自在空，而不厭受一切善法為成就的根本啊！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啊！觀世間係苦嘛，世間係苦啊，有呢個苦苦、壞苦、行苦，觀世間苦啊，觀苦無苦，不惡呢個生死。有啲人咧觀苦都無苦，有啲人咧見苦啊就怕苦嘛，有啲人見苦不怕苦，在苦而無苦。釋迦牟尼佛6年苦行，日食一麻一麥，你就話苦，佢
佢老人家咧就冇苦，既然一食一麻冇苦咯，佢就不惡呢個生死嘛。半苦無苦就不惡呢個生死嘛，係嘛？好似六祖菩薩陀石嚟種買，佢又唔覺得苦嘛，有覺得苦佢唔會種咗8個月嘛，佢就覺苦無苦啊，佢就能夠種咗8個月嘛。所以觀世間是苦，覺苦無苦，佢就不惡呢個生死嘅。覺苦有苦咧，你就厭離呢個生死；覺苦無苦就不惡生死。觀之無我而苦人不見啊！觀之無我，一切眾生都無我，無有自在我。無我就容易到咯。貪嗔癡無我，生死又無我，四大又無我，五蘊又無我。咁樣我哋容易到眾生，所以苦人不見啊！苦人即係教人嘅，尤其是孔子，係咪？咁樣就苦人無見，教人無有見，無有厭啊！觀之寂滅而不永寂滅，寂滅者當生滅滅矣，寂滅現前，寂滅就涅槃嘛。見到呢個寂滅呢，而不證涅槃，而不領取寂滅。觀之遠離而身心都修善啊！遠離就講法性遠離啊！法性呢就遠離呢個世間，法性唔會在苦海嘅，法性唔會在煩惱海嘅，法性唔會在眾生海。雖然法性遠離一切法，但我呢個身心呢還係修善嘅，身心都受一切善法。觀無所歸而廢除善法，一切法就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隨隨出散，當摧滅盡，猶如天上嗰個雲一樣，來不知道何處來，去唔知道何處去。所以自法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記此法界。自法一定係從無而來，還從無而去。但我哋咧自法無所歸而歸取善法，我哋咧歸取受一切善法啦，係嘛？法無所歸而歸取受一切善法，我哋唔會歸取受一切惡法啊！自法係控惡，我哋而受一切善法啦。觀之無生而以生法，可負眾生。觀之無生呢？無生冇生死嘛，冇生唔受生啊！觀之無生，我哋唔受生，但而以生法可負一切。無生而生，我一定有生在呢個世界上出生，出生咧可負一切嘛。你都無生咯，點解找到呢個世界嚟生？無生而生，生於世界啦，可負一切啦。觀之無漏而不斷自漏嘛，呢個無為法係無漏，唔會漏落生死。唔會漏落生死，我不斷之漏流惑人生而入生死嘛。觀之無漏而不斷之漏，觀之無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無行一切都係空嘅，但我還要用呢個行法嚟教化眾生。念佛持戒拜佛誦經初禪經行布施持戒忍辱，以呢個六度萬行之法嚟教化眾生。觀之空無而不捨大悲，一切法是空，生死空，眾生空，煩惱空，人我空，冇一樣唔空。一切法是無，樣樣都係無嘅。無人無我，無眾生無壽者，係咪？萬法都係空，萬法無，萬法從緣生，緣生無性，萬法法一界空，法一界無。觀之空無而不捨大悲唔捨呢個大悲從呢個空無之中出生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講到眾生。觀正法味而不隨小乘，正法味就無為，
無為嗰個正味嘛，無為正味就不生不滅，而不隨呢個小成取證呢個小果嘛。觀自法虛無，無量無人，無主無相，本然未滿而不去，福德禪定智慧啊！我觀一切法都虛妄，一切法係虛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我哋應該觀一切法係虛妄。人與人之間所作所為所作所為都係虛妄。虛妄咧唔係呃人嘅問題喎，呢個虛妄咧好似有人識㗎，猶如水月，猶如夢，猶如陽焰，猶如空花，咁樣講虛妄嘅啫。我哋樣樣都係虛妄，觀自法係虛妄，無漏唔會有堅固嘅，無人無人就無主嘅，無有一個自在之人，無相但係本願未滿我嗰個願望未滿願望咧就講福慧福慧未曾圓滿啦，所以定慧未曾圓滿啦，本願未滿而不去福德禪定智慧，我哋不去不去就不受人，不受呢個福德禪定智慧，福德又係虛妄，禪定虛妄之，但係我哋唔可以唔受咧，唔受呢個虛妄福德禪定智慧嘛。修如是法，是名菩薩，不自無為。若能夠守如是個法咧，呢個名為菩薩，不自無為咁樣包中講到此處為止。讓去福德故，不自無為；去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自無為；滿分賢故，不盡有為。先係《維摩經》甚至各個菩薩請法自問，世尊要講盡無盡嘅法門。盡咧就講有為，有為法咧無常業盡；無盡咧就講無為，無為就不生不滅咧，所以就無盡。呢個有為嘅凡夫，無為咧你二乘人咧，雖然不受生死苦，不能成佛，所以菩薩咧係不自嗰個無為，有為咧就凡夫，菩薩有度眾生。因此菩薩就不盡呢個有為，上嚟世尊解釋呢個有為同埋無為咧，分兩次嚟解釋。現在咧，佢一次嚟解釋，不自無為就係不盡有為，不盡有為咧就係不自無為。一個忘就兩個二忘，上來。不盡有為一個忘，不自無為一個忘。現在不盡有為再不自無為，不自無為就係不盡有為，所以打到個有字。有具福德故，不自無為。菩薩咧係具足呢個福德。具足個福德咧，不必自到無為，無為嘅涅槃，涅槃就講樂。菩薩具足無量嘅福德，何必自在
涅槃無為之樂呢，就不至呢個無為。有菩薩有福德故，就生死海中都係快樂。既然生死海都能夠快樂呢，皆由具足嘅福德，你何必要自在涅槃嘅無為？所以不至呢個無為。又具足呢個福德呢，就生死海中啊，嚟到眾生啊，福上加福，你何必要自在而成呢個無為個涅槃呢？所以話具福德呢，就不至無為。二成嘅人啊，一啲福都冇啊，所以佢哋自在無為涅槃之樂。你看呢個羅漢呢，個個都係奇形怪狀嘅，但係佢冇福德，佢冇福德咯，佢咪自在無為涅槃啦，享涅槃之樂咯。如果有福德，不必自在涅槃；有福德唔需要自涅槃，所以具福德故，就不至無為。具智慧故，就不盡有為嘛。有為就生死嘛，生死有苦，假人係冇智慧啫。有智慧嘅生死苦佢唔到，乃係文殊普賢觀音彌勒，佢都入呢個生死何嘗苦得佢到？假由佢有智慧之故，所以具足呢個智慧故咧，就不盡有為嘅生死，就生死海中鍛煉自己嘅智慧。生死嘅苦咧，我嚟鍛煉自己嘅智慧，又如真金不怕紅爐火啊，不得火熱燒嘅，不得咁嘅熱力啊。所以菩薩具足大智慧啫，唔怕就呢個生死。就係呢個生死海中咧，用呢個智慧嚟到生死，越到呢個智慧啊越堅固啊，越到呢個智慧啊越撐正。所以具足智慧故咧，就生死海中啊，遊戲人間啊，作住佛事。所以唔怕，不必盡呢個生死嘅有為。乃昔日彌勒菩薩跑到一個鄉村，扮呢個大富翁，就揸個鹽布佢，叫呢個大富翁嚟化緣。呢個大富翁啊，孤寒才智，佢就唔肯化，但佢又唔好意思話唔化，佢就對呢個和尚係彌勒菩薩，佢唔知道個彌勒菩薩，佢以為佢係普通的和尚。和尚啊，日光你能夠將我門口呢個石鼓啊打得響啊，我就欠錢啦咁。古時啲有錢人啊，咁啊門口好似有個石鼓，佢唔知道呢個和尚係彌勒嘅，揸支竹拋在呢個石鼓啊，打到當當響啊！咁我話你化咧，呢個孤寒就知話，我唔化，我唔化。佢又唔好意思講唔化喎，佢話咁樣咧，你能夠將我嗰個石生出啲毫花出嚟咧，我就化。後尾呢個和尚又出手指啊，石上毫花嘅點點紅。話你化咧，講我又唔化好多，唔化咁樣喎，佢唔化啲咩咧咁啊？話你將呢個小孩子咧變咗咁濃咧，我就化啦。果然間小孩子啲冇變咁，但係彌勒菩薩佢有智慧，佢將呢個小孩子跑到空中咧，就變咗咁濃。話你化咧，我又唔化好喎，唔化啲時候佢話。你將呢個言報啊，一筆寫落去，一寸張紙都能夠有個字咧，我就化啦。
忽然間呢個和尚咧，將嗰個元寶一寫就寫1000塊錢，寫咗1000張紙啊，都能夠有1000個塊錢啊！咁樣咧寫落去1000張紙啊，都能夠有1000塊錢嘅紙，幫你化咧啊！幫你話我唔化喎，我唔化的時候嗰面咧，呢個和尚好啦，俾你激死我，就死咗門口。你擺咯，一個人死咗我就門口，有個縣官嚟到取啊，我呢個官司啊就食不了。忽然間咧，另一個和尚嚟，呢個啦我啲師兄啊死咗你門口，你梗係謀財害命啊！呢個元寶幾多錢啊？元寶有幾千兩銀，你梗係謀咗我個師兄嗰個錢財，我又上縣官啊，拉你嚟見縣官喎。嗰個富翁啊，就驚啊！和尚，你唔好拉我走見縣官啊！呢個死士啊，你帶走啊！我不如俾幾千塊錢俾佢啦。咁樣啦，俾咗幾千塊錢佢。咁樣俾咗佢之後咧，嗰個和尚死咗，佢一下子就醒到嚟啦。醒到嚟嘅時候咧，個善財難捨，閻王都甘心，就寫咗一首詩。門前石鼓響咚咚啊，手炮閒兒都化金龍。一筆寫下1000張紙啊，石上荷花點點紅。富翁你善財難捨，閻王甘心，兩個就走出嚟。所以有智慧啊，就呢個生死海中啊，遊戲人間，不必有盡嗰個有為。孤寒嗰個富翁都有辦法嚟叫佢布施啊！真係冇智慧啊，就呢個生死海中，吹都喉乾額裂。有智慧嘅人啊，遊戲人間啊，就呢個生死海中啊，吹多亦教化眾生啊，種子善根啊，所以配智慧，孤不盡有為，有為嘅生死。不必咧離開呢個生死，就生死海中顯露自己嘅智慧。配智慧故就不盡有為，大慈悲故就不自無為啊！聲聞緣覺冇慈悲心，佢哋自在無為涅槃啊！自私自利嘛。菩薩咧有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咧就唔知道涅槃啦。涅槃盛開，慈邊個？冇得慈噶嘛。悲係救苦，救邊個啊？涅槃盛開通都係羅漢嚟嘅，救邊個啊？所以大慈大悲就不自就無為涅槃，而自在生死海中大慈嘅以樂，以眾生人天之樂，乃至出世涅槃之樂，眾生雖有樂。大悲就救苦，救眾生三途八難之苦嘛，救佢生死老病之苦嘛。所以大慈大悲咧入生死，救度眾生，發起自己嘅慈悲心唔自在呢個無為嘅涅槃。大慈悲故就不自無為，滿般然故就不盡有為喎。菩薩發現一發現所以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度眾生唔係一定度自己，仲係度無邊嘅眾生。煩惱無盡誓願斷斷眾生嘅煩惱。佛道無上都誓願成，度眾生都成佛道。你看呢個發大勁放麵粉而我悉所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眾生，皆共都成佛道。自佛本所願普欲令眾生皆欲得此道係咪？所以
知佛而來，發現咧係度眾生個個成佛。咁咪你度眾生成佛咯，你又滿你個願啦，滿你個願就度咯嘛。將唔叫你度晒有緣嘅眾生，你都度完啦，滿你個願。每一個成佛咧，都度無量嘅眾生唔度嘛。滿願故你本來個願咧，度一切眾生皆共成佛道。咁咪你要入生死海嚟度噶嘛？過去佛度眾生成佛，現在佛度眾生成佛。滿佛嘅本願，你又滿你嘅本願嘛？你要度人噶嘛？如果能夠度眾生成佛，咪滿你嘅願啦。度眾生成佛唔可以盡呢個有為噶，盡呢個生死有為就冇得度嘛。攞魚就入海去攞噶嘛，唔可以在陸上攞噶嘛。在陸上攞咩魚啊？就海咧可以攞魚啊。度眾生咧唔可以在涅槃聖海嚟度嘛。度眾生就生死海中度呢個地獄餓鬼人天阿修羅六道嘅眾生啊。所以滿願故就不自入不盡有為，不盡生死六道嘅有為。然後滿自己嘅本願，滿願故就不盡有為。集法日故就不自無為啊！法日佛法嚟好多嘛，84000波羅蜜，84000波羅蜜咯，向邊個地方嚟求啊？向84000煩惱嗰時求噶嘛？煩惱就出菩提嘛，塵勞就出波羅蜜嘛。所以集呢個法日故就不自無為嘅。日向邊個地方求啊？向呢個山谷呢頭求嘛。唔係華航大廈可以有日俾你集噶嘛？採日上山就採日，唔係在呢個大港航嗰時可以採到日。採日咧係在呢個不自呢個無為涅槃嘛，向生死海中咯。塵勞煩惱呢後就採出84000波羅蜜嘅法日啊！即係集法日故就不自無為啊！84000波羅蜜向邊個地方求啊？咪向84000塵勞煩惱嗰時求到嚟嘛？唔係無為涅槃嗰時有日噶嘛？集法日故就不自無為。受日以日慳慳就以布施嘅日嘛，委幻就以施羅嘅日嘛，親味就以忍辱嘅日嘛，太海就以精進嘅日嘛，山崙就以禪定嘅日嘛，疑似就以智慧嘅日嘛，用呢個6波羅蜜就度6大嗰個眾生啊！要受呢個日不盡有為，就生死無邊咁樣嚟受嗰個日度眾生勞苦嘛？你點可以盡呢個生死嘅有為？即係隨受日故不盡生死嘅有為。就生死海中你嗰個日嘅就賣得出去嘛？涅槃邊個幫襯你啊？你嗰個日買唔到嘛？好似個個人冇病邊個幫你買日啊？梗係有病越多病嗰個日台店得生意啦，越發財，又好殺嘅意嘛。隨受法日，受法日就生死苦海嚟受日噶嘛，唔可以在無為涅槃嗰時賣日噶嘛。即係隨受日故就不盡生死嘅有為嘛。知眾生病故就不自無為啊！我哋想知道眾生嘅病呢？無為涅槃呢後冇眾生冇病，無為涅槃呢後有羅漢。你問到羅漢你咩病啊？我冇病啊！所以你自在無為你就唔知道眾生嘅病啊！不自無為就入生死啦，入生死就知眾生個病嘛。
生死開中啊，有呢個老病、死病啊，係咪？又有呢個燕贊會嘅病、愛別離嘅病、求不得嘅病啊，係咪？喊親刺嘅病、天曲疾忌人、我是非、冤親等債子嘅病多落多。所以你想知道眾生嘅病呢，你又入生死，唔好似隻無為。知咗無為涅槃啊，點樣知道眾生嘅病呢？啊，所以咧，你治眾生病，你就不治無為。其實你想知道眾生嘅病，你好似治就香港特別嘅病很多。喺大嶼山咧都冇得知道病人邊係下藥啊，邊你知㗎嘛？所以治眾生無邊病咧，就不治無為，唔治呢個無為涅槃。入生死嘅人知道眾生嘅病，滅眾生病故，都不盡有為喎。知道眾生嘅病啦，你就對病就落藥，藥到都病除。係咪你滅眾生嘅病呢？你就唔好盡呢個有為，不盡呢個生死。入生死之後，醫眾生嘅病，滅眾生嘅病，除眾生嘅病啊！所以觀音菩薩入苦海尋聖救苦，滅眾生病。普賢菩薩亦入呢個苦海，以萬行嚟度眾生嘅病。文殊師利菩薩亦入呢個苦海，度眾生愚痴嘅病。有教眾生發菩提心啊！係咪？地藏王菩薩咧更可入地獄咧，救眾生嗰個苦惱嘅病啊！業障嘅病啊，所以滅眾生病故就不盡有為嘛。呢普賢菩薩曾經在呢個北京講債河邊，組隻豬嚟渡豬，以紅淚中到紅淚生。嗰個豬就名為名之為骨陀嘛，佢食骨陀，咁啊馬一項都唔食嘅。嗰隻豬係黃金色咁啊呢個豬人呢，好愛惜嗰隻豬，呢個金靈陀就個頸上。豬人就養好多豬咧，嗰啲豬又賣俾人咧，啲豬未必一定作得到嘅。嗰個骨陀嗰隻豬咧，就引嗰啲豬入嚟入籠賣俾人。所以個豬人呢，好愛惜嗰隻豬，誰不知嗰隻豬啊係菩薩化身嘅。係咪後來五台山呢個聖聰啊，朝五台呢個老人家俾封信佢，佢就交俾呢個佛陀。嗰佛陀一企起嚟，好似個人一樣，擘大個口，將嗰封信呢褪咗落到，佢就化咗落，死咗落。我知道啦，醫眾生嘅病啊，有時做到畜生，菩薩都是畜生，咁樣嚟滅眾生嘅病。滅眾生病啊，點可以盡呢個有為？入生死嘛，唔可以盡呢個生死有為，能夠滅得眾生嘅病啊。就是呢個做一個醫生啊，都係入生死嚟救人嘅病啊。佢自己咧都入呢個生死，然後就生死中醫一切人嘅病啊。所以滅眾生病故就不盡嗰個有為嘛。知正是菩薩以修此法，不盡有為，不至有無為，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釋迦牟尼佛話對呢個向積眾向北呢個菩薩就講啊，知正是菩薩，正是就大士，也是菩薩嗰個名號。個大士嗰個菩薩啊，一切大士，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啲菩薩，正是菩薩，以受此法，已經我受咗呢個法啦，不盡有為，就不至無為，不盡有為。不盡呢個生死嘅有為，
不自無為，不自呢個涅槃嘅無為啊！不盡生死就係不自涅槃，不自涅槃呢就係不盡嗰個生死啊！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不盡有為，呢個就盡就解脫啦；不自無為，呢個無盡就解脫啦。即係解脫即係無礙也，盡就不礙呢個無盡，無盡就不礙呢個盡，盡無盡解脫嘅法門係菩薩嘅法門啊！盡就解脫，無盡就解脫。盡解脫咧就有為解脫喎，無盡解脫咧就無為解脫喎，無為解脫就涅槃解脫喎，有為解脫就生死解脫喎。所以做一個菩薩咧，係咪入生死不自涅槃，涅槃嘅解脫，生死嘅解脫，叫做盡無盡解脫法門。爾等當學啊！爾等咧就講呢個向積覺。嗰啲菩薩，你哋應該學咧，你哋唔可以單單咧用向飯咧就誤導嘅。一個入無邊嘅世界嚟度眾生咧，一定用呢個不盡有為、不自無為、盡無盡解脫嘅法門嚟度眾生，所以爾等當學。於是彼之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歡喜就呢個答案。上嚟我哋可以當十方世界嚟度眾生，尤其是當呢個穢土嚟度眾生啊！有咗呢個盡無盡解脫法門咧，就可以當十方穢國嚟度眾生，真係皆大歡喜。而中妙法，向積覺啲菩薩個個有福啊！用種種嘅妙法，若干種種嘅色，若干種嘅香。遍山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山我哋娑婆三千大千世界，供養邊個？供養釋迦牟尼佛啊！供養以佛，供佛咧，夾經啊，夾此經法啊，夾呢個維摩經啊，盡無盡解脫法門啊，亦供養嗰個法啊，供法都夾經啊，夾此經法。定之菩薩，之菩薩就讚菩薩讚，供佛供法供讚，故云定之菩薩矣。乃受佛足，頂禮釋迦如來常足，歎未曾有，讚歎釋迦牟尼佛嗰個佛法未曾有啊！不然釋迦牟尼佛乃能以此善巧方便。釋迦牟尼佛啊，用呢個善巧方便，在呢個五濁惡世度眾生成佛，了不得噶。所以彌陀經呢後，彼之佛等亦稱讚我釋迦牟尼佛，以五濁惡世之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之眾生切指難生之法，是為甚難。釋迦牟尼佛啊，在邊個地方度上？在五濁惡世啊，在五濁惡世度眾生成佛咧，呢件事情啊，是為甚難，是為稀有。所以向積而來嗰啲菩薩咧，就讚啊，釋迦牟尼佛乃能以善巧嘅方便，以五濁惡世度眾生成佛，用呢個善巧嘅方便。然而不現不現還有本覺啦，500萬嗰個菩薩咧啊，翻嚟呢個向眾向覺向積而來嗰個地方啊，還有本覺見阿閦佛品大12啊，阿閦係東方世界。阿彌陀咧就娑婆之世方世界何以見阿閦佛咧？因為維摩居士啊，嗰個神通辯才咁好，到底係邊一個國家啲大菩薩咧？
就阿閦佛覺嘅大菩薩。所以咧，大眾咧就想見阿閦佛咧，因彌摩居士就想見阿閦佛。所以咧，個個人都見到阿閦佛，東方就阿閦佛。咩叫阿閦啊？凡以阿閦，此云叫做不動咧，即話不動搖。阿即係無也，閦即係動也，不動就不動搖。阿彌陀佛就稱為無量光啊，無量壽啊。阿閦就稱為不動啊，不動而來啊。所以大眾因彌摩居士，個個都想見到阿閦佛個國土又如何呢？所以就有呢個見阿閦佛品啊。於是世尊問彌摩詰：以欲見而來，為以何等觀而來乎？世尊就問彌摩居士啊，佢你啊，奉文殊師利菩薩説法到欲想嚟見我啊！你就想見釋迦牟尼佛啦。佢問你話可共見佛啊？可共啊？維摩同埋文殊，我哋可以帶阿閦佛國500菩薩可共見佛呢？咁樣咧，你欲見而來，見釋迦牟尼佛見而來，你欲見而來，為以何等觀而來？你到底用個乜嘢嚟觀而來呢？假如凡夫就話32相黃金色嘅見而來啊！但呢個凡夫啦嘛，但你維摩居士唔係個凡夫嘛？如果以羅漢嚟觀而來咧，就觀而來5分法身啊！大法身、定法身、理法身、解脫法身、解脫自見法身。但係維摩居士不是羅漢嘛？佢話維摩居士啊，你有見而來，你又點樣見呢？為以何等嚟觀而來呢？我哋諗下，到底我哋去見佛點樣見？所以我哋人人都係佛弟子，個個都未曾見佛。而來在邊事啊？我哋佛弟子，我哋邊一個見佛呢？到底點樣見呢？其實我哋可以見佛嘅，我哋日日都誦呢個《金剛經》，《金剛經》處處都教我哋見佛啊！呢《金剛經》啊，咪對呢個須菩提嘅意云何？可以身相見而來否？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不見而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嚟。即非身相啊，係咪啊？世尊就講我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自相，彼相即見如來。咁咪教我哋見佛咯，係咪啊？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係一個條件，你見到一切相係虛妄，猶如水月，猶如風花，猶如鏡像，又是熱是染，你能夠觀到？但我哋何曾觀到一切都猶如水月咧？我哋見到呢個黃金咧，係咪水月咧？係水月就唔賺咧，大家去賺呢個黃金，大家去執呢個黃金，執前啲都唔過勁，快啲嚟執。我知道我哋管呢個黃金唔係水月嘅，係水月我哋絕對唔會貪着呢個黃金。但係我哋管呢個色係水月咧，我哋就唔會喊色咧。點解見色係喊咧？假如我哋未曾見呢個色係水月，所以見色就喊。咁樣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一個條件我哋做唔到。我哋見嗰啲飲食，我哋都想食多啲㗎，好食就食多啲，何曾虛妄呢？如果知道啲飲食係虛妄㗎啦，我哋好食，我哋又食咁多；唔好食，我哋又話咁多；唔好食，我哋又食；好食，我唔喊食。何以故？飲食係虛妄㗎嘛。
若果知道去妄噶咯，係咪我哋不必貪食，亦不必厭食噶嘛？就係我哋唔知道去妄，所以《金剛經》呢頭教我哋，凡所有相，皆是去妄。你知道一切一切，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受、舌所嘗、身所覺，都是去妄。去妄就好咯，去妄我哋唔怕熱噶啦，就係唔知道去妄，熱到我哋流汗。你講去妄啲時候，必猶如水熱落，點會熱你呢？又點會冷你呢？那係孤樓嘅大德，唔知道啲人啊，冬天穿麻布，落雪都穿麻布，夏天呢就穿棉衲，根本呢夏熱冬寒，佢當佢水熱噶嘛，所以咧佢唔怕呢個冷熱噶嘛，佢就管到佢是水熱。所以凡所有相，皆是去妄，然後再觀呢，入觀智相，非相即見。一個凡所有相，皆是去妄呢，你就乜都放得下啦嘛。我哋就係放唔下嘛，樣樣都放得下，萬然放下啦，再嚟觀智相非相哦，那咩見到如來啦。所以咧教我哋咁樣嚟觀如來，我哋未曾以法受行，所以未做佛弟子做咗幾十年啦，佛個本來面目個個都未曾見到，我都何曾見到佛個本來面目嘅。所以呢個地方釋迦牟尼佛問你我一句事你係欲見如來，你用咩嘢？用乜嘢嚟見如來呢？為以何當觀如來？維摩詰言：自觀身實相，觀佛的亦然。我自己觀自己嘅身體五蘊，呢個身以積聚為義，積聚四大就為色身啊，積聚五蘊就為五蘊嗰個身啊。我自己觀我個五蘊個身個實相，我觀佛又咁樣觀，自己呢個五蘊嗰個實相咧，咩叫做實相？色受想行識五蘊嗰個身啊，嚟咗五蘊就冇自己嘛，自己係咩？自己咪五蘊咯，五蘊就名眾生嘛，離蘊就無別生嘛，眾生就五蘊噶嘛。我哋自己咪眾生咯，所以我哋觀自己嘅五蘊，能夠觀到五蘊嗰個實相咧，你就見到佛。但我哋何曾有一個人見到自己五蘊嘅實相咧？咩叫做五蘊實相啊？觀自在菩薩嘛，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空就不可破壞，呢個咪實相。冇一個人能夠破壞嗰個虛空五蘊可以破壞，色可以破壞，受想行識可以破壞，空唔可以壞噶嘛，唔可以壞，呢個咪實相咯。呢個五蘊未空咧，五蘊可以壞，所以撳晒個五蘊，來晒個五蘊唔同撳晒個五蘊就做人，來晒個五蘊未必一定做人，可能做自交牛人。撳晒個五蘊或者男子腎，來晒個五蘊或者變咗女人腎都唔定。所以呢個五蘊個腎咧，我哋未曾空噶嘛。自觀講明自觀，呢個自觀咧，以觀自在菩薩冇咩差別嘅。自己有觀自己嘅，自己觀自己個五蘊嗰個腎係觀佢色是空。咁咪觀佢受想行識即是空照見五蘊就皆空空不空呢？空又唔好自在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自法嘅空相，自法嘅空相咪實相啦。不生不滅，不生不滅咪實啦，不交不淨。不交不淨咪又係實，不增不減，實都唔會增減噶嘛。所以能夠觀
五蘊嗰個身空實相就現出嚟。五蘊個實相就自法個實相，自法個空相就係自法個實相啊。而自觀五蘊個身嗰個實相咧空嘅，不生不滅，不垢不淨。那命我觀佛都亦復如是觀咁樣咧就見到佛啦。見到佛啦，嗰個清淨法身是空噶嘛？清淨法身，清淨即係空也。法身係清淨，法身係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就如水中月。呢個應身啫，法身係猶如虛空啊。所以觀佛咧亦然，我觀到自己個五蘊嗰個空相咧，我哋見到如來嗰個法身猶如虛空。我觀到自己五蘊個實相咧，我又觀到如來嗰個清淨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嗰個相故云觀佛亦然。將呢個種子就表咗出嚟開望嘅見種呢個種咧觀佛嗰個種子排咗出嚟，能觀自己身嗰個實相咧，你就觀多如來。所以我哋修行總係唔貪觀自己嘅實相一味向外嚟求向外嚟求見佛，佢不知佛又唔係在晒天，佛又唔係種土。所以古人講得好清楚，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以心求。人人有個靈山刻，可向靈山刻下手。觀自己嘅空相咧，自己五蘊空那樣就見到佛啦，見到如來嗰個清淨法身啦。所以觀佛都亦然。我觀如來，而家講別觀啦。我觀如來咩如來？喺呢個空相咧我觀如來，前世不來，後世不去，今則不至。如來呢個法身喺個空相嚟。向前世嚟觀，前世不來。前世咧就講過去以前向以前嚟望如來，望來望去都唔見如來來。向以前嚟求如來，向以前嚟求如來都唔見如來。如來不在前世，即係不在過去。後世不退向後世嚟求如來，求來求去都唔見到有如來去。後世又冇如來。今則不至向現在咁樣嚟求如來，如來在眼前望嚟望去都唔見有住。今則不至亦冇如來。所以如來不是過去，不是未來，不是現在。三世不至咩？所以金剛經文，過去心不可得，過去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應該過去佛不可得，現在佛不可得，未來佛就不可得。即是呢段文，我觀如來，前世不來，後世不去，今則不至。咁樣就俾你觀到佛咯。但係我哋觀前世有前世觀後世有後世所以見唔到佛不觀色，不觀色義，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色義，不觀色性。係呢個五蘊嚟觀過去佛未佛，莫非佛在五蘊也？五蘊係佛我哋眾生有五蘊色受想行識哪個冇呢個色個個都有色噶嘛，哪個冇受嘅？個個都有受苦受樂噶嘛，哪個結相就相取相就離相哪個冇呢個行呢？人人都有行為嘛，個個行為唔同嘅。哪個冇識嘅？了別離識
個個心識都唔同噶嘛，所以呢個五蘊啊，莫非如來是五蘊也？五蘊啊，不觀色，色係無常，色唔同，早晨晚上都唔同嘅，昨日今日都唔同。色啊，呢係如來，凡是色都係無常噶嘛，日日唔同，時時都唔同，所以不必觀色咯。色嘅從緣生，緣生性空，色不是如來，不必向色直求如來。所以咁講經文，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點可以向個色去求如來？不觀色，不觀色啦，我可以觀色嘅義，義即係本相，一切法從本相而生，一切法係義其本相嘅。色從邊個地方生？從本相啊！色一定移翻嗰個本相啊！只必超父，兒子與呢個父親係相同嘅。兒子從父親生啊，只必超父啊！色嘅就從本相而生啊，色一定移其本相啊。女必超母，嗰個女係從母親生嘅。呢個女啊，一定係像嗰個母親啊！色嘅從邊個地方生？從義而生啊！色嘅就義其本相，但係呢個本相啊，唔係生理色，萬法都從本相生啊！所以萬法皆義，萬法都義其本相。有個萬法義其本相咯，你呢個色義嘅就唔係佛啦。萬法都有義啊，唔係你個色有義噶嘛？色義啊，萬法都義，你呢個色義啊，點可以是佛？色義其本相，一切法都義其本相啊！所以啊，不能管呢個色嘅義係佛啦。萬法都皆義嘛，單單呢個色嗰個義其本相，點可以是佛呢？不觀嗰個色義，不觀色性啊！色嘅性啊，色嘅性係空噶嘛？色個性空，色從空而生啊！所以無明明之父，無色色之母。攞住個道德經嚟講啦，無明啊係明之父哦，出生一切明啊；無色啊係色之母哦，出生一切色嘅。色個性係空啊，色性空咯，緣起就有一切色噶嘛。色個性係空噶嘛，性空就緣起，緣起就性空啊！性空緣起會有一切色嘛，緣起性空，一切色嘅性就空噶嘛。所以我哋觀嗰個色性空，哪呢係如來呢？呢個性空緣起生一切法，唔係一定係色噶嘛。我哋不觀嗰個色，嗰個性，色嘅性就空噶嘛。色從空生，唔係色從色生啊！從空就出色，萬象分，少有非無，都為一真。係古人和尚講過話，從空起色，萬象分啊！少有非無，都為一真。一真咪成空咯，就不觀嗰個色性，不觀受想行識。受想行識係個心嚟啫嘛，嗰個受領納到為受，哪呢係如來呢？取相為相，亦不是如來；行為造作，亦不是如來。了別一切法，呢個了別識嘅了別亦不是如來嘛。所以不觀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屬於心啊，不觀色義，不觀受想行識義。受想行識義其本相啊，
受想行識從觀相而生所以受想行識依其觀相所以咧就不觀受想行識嘅義，不觀色性亦不觀受想行識嘅性受想行識嘅性空噶嘛性空緣起，故有受想行識緣起性空，受想行識嘅性空嘅點可以當嗰個性空嘅義來咧？所以不觀色性非四大起，紅於虛空。我哋人嗰個身體咧，從四大而起噶嘛，地水火風四大和合，故有人有福嘅人咧，呢個人個身體咧就好啲；一個冇福嘅人咧，人嗰個身體就醜陋啲噶嘛。二來唔係從四大而起噶嘛，唔係從四大而有嗰個二來嗰個身二來嗰個身咧，二來都冇身以法為身法乃呢四大咩法？慈悲喜只一個法為身大定位個法為身解脫自見個法為身，點可以而來嗰個身呢？係從四大而起咧，所以非四大起。四大所起就色身非四大所可起咧，就變得空身，空於虛空。而來嗰身就單如虛空一樣。所以古人話佛真法身就猶如虛空佛真法身由於呢個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我哋所見嗰個佛嗰個相水中月咧，佛嗰個真身猶如虛空非四大起嘛，空於虛空所以王德善師話虛空不作虛空解，虛空就法身；法身不作法身解，法身就虛空。法身虛空一而無二空於虛空。六入到無積六入咧就入呢個六塵六入一定要積嗰個六塵眼就入色，眼呢後就積呢個色，但係色嘅就有相嘅，色個情就冇相。眼呢就積聚無始劫以來識嗰個情噶嘛，呢個積嘅積識嘅情啫，識就過去咗啦。好似見到呢個人咪個識啦，眼見咗啦，呢個人走咗咯。雖然走咗呢個人嗰個情還在眼內，咪積咯。咁樣咧咪積在眼內咯。意思眼後就呢個識嗰個情積都唔知積得幾多嘛，好似翠竹銀行一樣，都唔知翠竹幾多。呢個名之為積噶嘛。六入就六根，六根亦入六塵。但係咧眼咧而來嗰個眼無積嘛，而來眼咧即是空嘛。空咧佢就唔會積嗰個色嗰個情，色嗰個情唔會積在眼內嘅。佢六根是空所以六入無積，眼入無色情可積，耳入冇呢個性嗰個情可積。耳呢後雖然聽到呢個人嗰個聲音呢個人就走咗啦，聲音還在耳內嘅，呢個屬於性嗰個情啫嘛，情都冇形象，可以積起嚟嘛。地咧就聞呢個香，積呢個香嗰個情六情根嘛，六入正為六情根舌咧就積呢個味嗰個情身積呢個觸個情耳咧就積呢個法嘅情
所以六入無跡，六入就空咗咯。六入空，六塵咪有空咯。嗰陣時點可以啫？耳眼耳鼻舌身心就已過嘛。眼耳鼻舌身身呢個六情根，六情根超過咗啦。而來唔係六根啊，超過呢個六根，凡夫呢個六根呢就積呢個六塵，而來呢個六根不積呢個六塵，所以六根呢就超過咗。故云眼耳鼻舌身已過，因此我哋想求佛啦，唔好向眼嗰啲求，眼空不積色情，那樣你就眼近清淨就可以見如來；耳近清淨，耳不積呢個性嗰個情，耳近清淨亦可以見如來。所以妙法蓮華經有呢個六根清淨品眼近有8法功德，耳近有1200功德。鼻近呢有800功德，舌近呢有1200功德。所以而來六根不積六塵，因此就超過呢個眼耳鼻舌身心啊！不在三界，我哋眾生呢就在呢個三界。而家我哋在邊個界？在呢個欲界嘛。四禪天呢，梵天王就在呢個色界嘛。四空天呢，飛飛上嗰啲天人呢，咁樣在呢個無色界。其實飛飛上嘅無色，講下無色啫。釋迦牟尼佛入涅槃的時候，飛飛上天人啊，流淚好似落雨一樣，何曾嘅無色世尊入涅槃，飛飛上天人，淚下的雨好似落雨一樣。所以啊，如來不在呢個三界，如來無欲嘛，不在欲界；如來不着呢個禪味，不在色界；如來不着呢個空定，所以如來就不在無色界啦。向呢個三界嚟求佛求唔到嘅，如來唔在三界嘛，如來出嚟呢個三界火宅嘛，點可以向三界嗰個火宅嚟求佛呢？所以如來不在嗰個三界嘛，三交就以離如來不在三界如來三界有三種教嘛，欲界就有欲教嘛，色界有禪味呢個教嘛，着咗味嘛，所以唔好着味，着味你會生呢個四禪天着咗呢個味無色界就着呢個空空又唔好着咧。有啲人修行着到空樣樣都空將來生到無色界，不能出火宅。所以三界就以離嘛，離咗欲界，離咗色界嘅禪味，離咗無色界嗰個空教，三教就以離。順三界鐵門如來離咗三界，三種嘅教，但如來求如來想見如來佢要三界鐵門相順，唔係相逆嘅，好順嘅。空界鐵門都無我嘛，如來有無我咁咪順咯。無上界鐵門都冇生死如來冇生死，呢個無上界鐵門無生死嘅相咁咪佢咪順啦。無作界鐵門都無業嘅，如來唔作業噶，唔學我哋成日都造業噶嘛，就神啲業障你做幾多業？如來唔作業噶嘛，我哋食一條魚
炒幾隻咁樣啦，食鵝食鴨，我哋作業噶嘛，二來唔作業噶嘛，唔作業咧呢個就無作皆鐵門嘛，所以二來無我碰皆鐵門順，二來無生死嘅相，無相皆鐵門順，二來不作業無作皆鐵門嘅順，所以順三界鐵門，具足三明以無明燈，二來順呢個三界鐵門，二來具足三明啦。第一個天眼明目前一切都俾佢見到嘅。天上有幾個天人五趣相現而來見到，係嘛？地獄呢後有幾個人入地獄而來有見到，目前個名叫做天眼明嘛。他方世界有幾多佛成佛呢？都俾佢見到，呢個就天眼明。宿命明，過去無邊劫有幾多佛出世，有幾多佛入涅槃，佢又知道，係咪？呢個過去就宿命明啊，天眼就現在明啊。現在無邊世界有幾多人死咗就生咗何處，死從何處去佢就知道一生一死目前嘅事俾佢知道呢個就明天眼明宿命明，撈盡明，煩惱已經盡咗啦，佢明白。我哋煩惱未曾盡見愛煩惱未盡，無明煩惱又未曾盡煩惱盡呢呢個就明係撈盡明，有煩惱就撈落生死嘛，煩惱盡咗落就不撈落生死啦，呢個就撈盡明撈盡係涅槃，所以具足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撈盡明。撈盡明就指涅槃嘅境界宿命明就指過去的境界天眼明就知道現在的境界具足三明以無明燈，明就無明明呢就向無明而求無明咁大，無明就係咁大嘛，明咁大呢個無明亦咁大嘛，無明與明同態噶嘛，嚟咗無明呢有明呢冇咗呢個無明呢有明呢，呢個無明一翻過嚟就明滅一份無明就得一份明，滅十份無明就得十份明無明滅盡究竟明明與無明唔係兩個明與無明一派好似翻張覆張，翻覆就一隻手一隻掌咁樣咪翻咯，咁樣咪覆咯，咪又嗰隻手明咯，無明咪又係嗰個法所以具足無明，具足三明以無明等不一相就不二相，不自相就不他相，原來唔係一個相不是一個相水哪裏是一相？水有波浪噶嘛，哪裏是一相？不二相波浪不離水嘛，離水就冇波浪，又唔係兩個相波浪共水唔係兩個相波浪共水又唔係一個相波浪成日都動，水係靜嘅，點可以講佢一相但係波浪離水就冇波浪，離波浪就冇水，點可以講佢二相所以二來不是一個相，千百億化身二來又不是二相千百億化身不離清淨法身佛所以不一相不二相不自相就不他相二來無自相亦無他相譬如嗰度不自相，水就成咗波浪咯，哪裏有自己嘅相？水個自相就冇咗咯嘛，變為波浪不他相啦，波浪就係水嘛，
嗱呢個波浪嗰個他聲波浪嗰個他聲要冇嘛，所以而來不自聲有千百億他身，而來不他聲，雖然用種種身，不離清淨不生佛。所以咧，自聲他聲咧都係現出嚟噶嘛。好似呢個水嗰個聲同埋波浪嗰個聲，不自聲，水已經成咗波浪；不他聲，波浪咧就係水。所以不自聲就不他聲，非無聲，非取聲啊！而來唔係無聲啦，非無聲啦。嗱呢個無聲，而來。